国际新闻来关心杜苏芮风台行向中国，受风台杜苏芮影响，中国北京是落大水雨，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。大水有冲断桥，侪车辆是落入水底，民众爬起伫车顶要等待救援，画面看到真恐怖。伫北京西南郊区的小清河水位涨起来，桥也被冲断。那边的桥塌了，这车刚冲下来，这个车有人没有？那有车有人。 北京市甲河北省31国际法保护红色警戒，风台杜苏芮2倍登陆中国，背后检着真济烈烈性地气案。风台尾期扫到北京、河北、天津附近，并且一直落大雨警戒。过去几天，敢若是北京就几百条路淹水，其中降雨量上济，门头沟区山区的水道有发现尸体。 伫咧河边也看到真侪已经严重变形的车，讲已经600年唔捌淹水的紫禁城，这边也淹水。北京市气象局讲，自29号到31中昼40点真久内，北京的平均降雨量是170.9毫米。根据官方的记录，这差不多是规个7月份的平均降雨量。湖这么大了，第一次见着这么可怕的洪水。伫咧河北有看到一台车伫车道的溪水内面冰释，还有一人扭到水下的固定物，只敢若头伸出来。 一个人爬起哩卡伫咧河内面的轿车的车顶等人救，当局出动大型的机械，上尾也甲人救出来。中国伫咧极端气候影响之下，今年热天的温度一直创新高，而且是大水愈来愈严重。专家讲，雨若继续落，可能会比2012年7月造成79个人死亡、几多万人脱离的大水更加严重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